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，合欢山呢水泉江八家路段呢，伊的起点有淡薄淡，路面淡，有袂少车辆伫爬山的时爬袂起的会骨，所以讲呢，地势佫较强，警方正咧协助排除，嘛派出这个侧卸车去到水泉江这个所在处理。啊，水泉江这个路段呢，伊起点即马嘛是时管制。另外一方面，嘉明湖透早嘛有落雪，即包括台东嘉明湖的步道、向阳山屋，也就是山寮这个所在，拢有雪砍掉咧，变成银白色的世界。啊，伫画面中会使看到这营区的天道布棚顶面呢，拢有一沿雪，路边的小路嘛拢总是雪。嘉明湖嘛，因为这场雪甲雾呢变甲更较神秘。啊，这场雪差不多是伫透早5点外时就停啊，因为山顶的气温较低，雪还未完全游去，所以讲提醒上山的乡亲爱细致。啊，那有关合欢山水泉江的路段，有真侪乡亲上山要算雪，算啊是真欢喜，因为八家路段有积雪，所以讲有一寡车呢伫遐咧爬袂起，伫地势塞车。警方有甲咱呢，目前伫排除当中。公路总局嘛表示讲，今日下晡5点开始，将会预警性封闭第14架线，吹风到台五的路段，啊，指出不入，所以讲提醒乡亲爱特别注意。